嗨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刚购的住宅工程，我们现在来测试屋顶的防水。目前我们只能模拟一个下雨天的状况，交接处跟壁体的部分，还有墙面的部分，做一个模拟下雨的状况。因为在这个建案的旁边哦，它是穿铁膜，所以它在灌完浆之后是不会拆膜的，就像我们现在平面上看到这样子。那我们钢构的部分，会跟它有一个交接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包含铁膜的缝隙啊，这些可能都是渗水的状况。那在前期下雨的时间，它也确实有渗水，再做一次防水补强。那现在在测试它是不是还有一个渗水的状况。来看它有没有办法扛过这一次发威的台风。